姊妹，讓我哋知道今日係佢哋受浸歸嘅基督唔係一件偶然嘅事，係神揀選嘅事。主祝福佢哋，讓佢哋咧進入一個新嘅階段，佢會看見主有更多嘅豐盛、更多嘅祝福喺佢哋面前。這天同聚於主聖殿，我數説我主恩典，他的聖名愛使我完全。呢位係陳志菊姊妹，菊姐。陳志菊姊妹，因着你對主耶穌基督嘅信心，並願意一生一世跟隨佢，我而家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為你施浸。主獻給主，為彰顯主愛多珍貴。